不一样的。是来自咱惠安，来自我们惠安劲风，惠安劲风，这个也是我的学生我们的康小强，一个是康国强嘛，但是现在来到我的名下，中间都多一个小字，所以变成康小强，但是也不每个人康国强。再来其实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单雷的《浪子心》，邀请所有好朋友来共同欣赏，谢谢。今天刚刚好，夏天太热，喝冰水呛到，所以今天他烧香但是无参活动，你的精神非常的可佩。那小强公多少位啊？住哪里？老家惠安。惠安惠安景峰惠安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风情啊？听说要娶惠安女，到边？惠安女很勤劳的。惠安
是是。还有惠安林的服饰，哦，非常的特殊哈。当时咱这个外景来恁屏我拍摄，安尼你看好。惠安的来去你们会拍外景啊，拍你们的会安。非常好，海边又好玩，又有惠林的特色，好，谢谢。惠我刚出海产的。真多。哦，真多吼。我讲到这你拢不要甲我赢，啊你。